那高雄即届选里长，讲有一个候选人的名，将适合来选举，叫做李允条，用台语来发音就是李允条。伊真正来当选着里长咯。也毋过，伫小港区的江明里传出着不幸的消息，67岁资深的里长李文正顺利来连任，煞伫当选的2天后破病来过身。选委会讲，会伫3个月内搁电选。服务处拢是回答，而且写真大字，感谢乡亲支持。9合一大选结束，即届伫美乐区盐埕里当选的里长，只要会晓台语的，拢会真难忘。李允条啊，李允条，听趣味啊，一定调的。完全免想，中文名李允条，台语的发音就是遮尔好格调。即摆伊真正当选啊，毋过毛里面真趣味讲，毋是选一摆就一定会稳调。想出来选2届不对啊咧，嘛毋是稳调咧，即届第3届啊咧。新里长真低调，无愿意受访。志工团队说你白白种业，嘛交互小编来发文章，感谢大家祝福和恭喜，而且嘛支持者莫开钱来送花。北高雄这边有里长欢喜当选，毋过伫南高雄所传出不幸的消息，里面提花拿来念香致意，是要来哀悼已经热心服务满6届67岁的资深里长。伊足认真啊，替里面遮服务，拢受到大家肯定吼。传出因为破病过身，里面拢真唔甘。小港区江明里即摆工业竞争是无当时里长李文正摕到1305票成功连任，毋过选了这2天就传出歹消息。他就是礼拜5就是例行性的洗肾，然后就像睡着一样，然后就没有醒来。当选人在就职前死亡，要在死亡日起3个月以内完成重新选举的投票。按照规定，选委会伫收到小港区公所公文了后，会搁发布重新选举公告，而且会伫3个月内搁重新选举。